歡迎嚟到字裏人間嘅 channel，呢個係一個新嘅系列經文與生活 Bible Devotion Vlog，將經文連接生活，短短幾分鐘，同你一齊經歷神嘅話。弟兄姊妹，其實好多時候，特別係信主比較耐嘅基督徒，都會有一種感覺，我要做得更多，侍奉得更忙，參與得更全面，先至可以算係一個好嘅基督徒。有冇人試過呢種壓力呢？但係呢種心態往往會令我哋迷失咗信仰嘅核心。保羅喺羅馬書1章16到17節開始已經講到：我不以福音為恥，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，這義是本於信，以致於信。呢段經文係整卷羅馬書嘅核心。保羅點解話唔以福音為恥？因為福音唔係普通嘅說話，唔係勸人做好人咁簡單，而係神大有能力嘅方法，要救一切相信嘅人。所以福音所顯明嘅係乜嘢呢？唔係我哋點樣努力達標，而係神嘅義。義喺猶太嘅文化裏邊，唔單止講到道德，而係一個法庭嘅地位。神同你講你係啱嘅，就係啱；神宣告你係義人，你就係義人。弟兄姊妹，呢個就係因信稱義，唔係靠我哋嘅努力、功德、行為，而係因為信。神就話你係喺啱嘅一方。It's all right。好得意嘅係喺巴布亞新畿內亞入面呢，因信稱義係被翻譯成神話佢冇問題啦。呢個翻譯好傳神，因為當神話 It's all right 嘅時候，你嘅身份已經完全改變。保羅再講呢個義係本於信，以致於信，即係話從頭到尾都係信心，開始係信，完成都係信，唔係靠自己做得幾多，而係持續咁信靠神。哈巴谷書2章4節都有講，義人必因信得生。呢個信喺原文嘅意思就係堅定忠貞，係一種長期嘅信靠。好似細路仔夜晚瞓覺，房間黑晒，佢驚到喊，爸爸就同佢講，唔使驚，我喺度噶。小朋友未必見到爸爸，但係因為信任，所以安心瞓落去。信心就係咁，唔係因為你睇到，而係因為你知道神嘅應許永不落空。所以信心唔只係起步，而係要堅持到底。唔係今日信，聽日就靠自己，而係日日都靠神嘅話語去行落去。弟兄姊妹，稱義只係救恩嘅開始。保羅喺羅馬書後面講得好清楚，救恩唔單止只有稱義，仲有成聖，最終係得榮耀。即係話神唔單止宣告你 It's all right，仲係邀請你一步一步走上成聖嘅路。唔係靠死守規條，唔係靠做得多啲就啱，而係因為你經歷咗恩典，所以自然好想活出討神喜悅嘅生命。當你嘅心態改變，你就會發現侍奉唔再係壓力，而係喜樂。唔再係我做得多，神先愛我，而係因為神已經愛我，所以我願意去做。嚟到總結，羅馬書1章17節話：義人必因信得生。呢個提醒我哋，稱義唔係靠行為，而係靠恩典。信心係堅持到底，基於神話語嘅應許。因信以至於信，即係從開始到結束都係信心嘅功課。救恩唔係停留喺稱義，仲包括成聖同埋榮耀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唔夠呢？你係咪已經忘記咗最初信主嗰刻，神話 It's all right 嘅嗰一份感動呢？
俾我哋一齊去返到去福音嘅基礎。記住，神已經話俾我哋知，你冇問題㗎啦。It's all right， 因為你係佢所愛嘅兒女。多謝你今日一齊收聽經文與生活，盼望神嘅話可以喺你心入面成為力量，幫助你活出真正嘅身份。如果你覺得有幫助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 同埋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想聽完整嘅信息，記得嚟呢個 YouTube 嘅 channel。如果你想有更深入嘅筆記，可以去 Patreon 下載，連結就喺個資訊欄嗰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一齊繼續喺經文入面活出生命。